相信咱这个姜，希望咱今年以后的一年比一年较好。啊，咱要姜要较好，当然要顾哪，第靠咱的善良心路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甲咱这个姜宣扬光大嘛吼。啊，有咧办事，啊，当然咱要救济大，人讲大人毋是吼一命救达千秋。 所以咱一定安那，过来就来靠咱委员会爱无？爱吼。过来就是咱的遐楼主，每年咱吼也要来去进香，也是姜的去庆典，大家拢爱一定爱懂，好无？好不好？好。每礼拜日8点半，姜爱要上课好无？ 啊，咱的上课毋是家委员会呢，善男信女拢会使来参加。吼，啊，容易网络一定来教的，好无？每个人如果上课安那，这个将像个恁今仔详细，下礼拜要详细，恁拢会该直接讲，好不好？把咱做人的出世来甲咱食到100二岁。 这个生活，啊，咱的相信，啊，要咱来做。以后我相信咱的家庭大家做委员好唔好？那么有一遍，我这银行讲啦，因为要上班，那种真麻烦啦。大家若要做吼，是教到尾啊，来咱有一点好无？应该，第一就是总干事一定做好。 伊会无用嘛？你讲嘛，伊无用个，毋是干那无用，不爱顺口。伊会讲对对，大家讲对无用，伊会讲对无用。第一点，咱的庆典哦，讲起来，虽然做了真圆满，但是真好，这个庄严无错啦，为什么庄严无错？安怎讲？你话看吼，咱云南啊。 他若伊的诚心，伊的厉害，伊要甲咱送去回去。你看咱这种大家去，总干事每礼拜要做事，拢爱叫一传递服装，安尼送入去才会看。拜托一下好不好？你家公布一下，咱对比咱中的翻译互大家看，爱穿无？请问总干事爱穿无？ 爱无？爱穿无？夫也爱穿无？老师爱穿无？下个日子只要是，我不是错了。下次不要再有这种现象，好不好？那委员会请我宣传，那善男信女爱做成啥？上起码嘛背心，无上起码嘛，咱这年中的。 下来衫吼，热衣来衫嘛，啊无嘛，这个叫我变身，安尼条条子上面感觉起来哦，咱伫咧就比 LV 好看，服务员好唔好？要吗？要吼，咱三个做啊艺术嘛，啊嘛用心来做，好无？啊下一处，所有干部的。 这个活动吼，拢报好无？常务建筑也是讲吼，常外拢爱大家拢爱去做，吼。啊，因为这有诶路免去做啊，无拢补助吼。啊，查考无够，像咱诶，结婚上路路无补助，嘛爱补，好无？爱无？那这个去做诶，这个礼仪做了真顺利，我真欢喜。 咱的委员会嘛是好民主，那么伊就变，若要搁进香，爱穿无？你看啊啦，因为进香爱穿无，因为祝寿爱穿无，你看他做了这么好，可能上去，安尼咱就做遐三无拢等于地做的啊。我讲你会做不比你无，你袂生气无？ 那下一遍要叫牛麻烦总干事你爱同意，好不好？我有一个希望讲，咱第一点，无情讲，电话人数咱嘛使请来，
把咱这两个比较，安尼下摆咱才会希望会才会清楚，好不好？